女生到底有多喜欢刺激？你可以这样做：你和她一起约会吃饭，吃完了你对她这么说：我们直接跑吧，不买单了。说完不管她什么反应，拉着她的手就跑，一边跑一边问她：哎，有没有人追过来？出了门拉着她的手一路狂奔。女生这时候会不会心脏砰砰直跳呢？这样不仅能牵她的手，还能带给她一些小刺激。然后你再跟她说门口会不会有监控啊？估计这时候女生会被你吓得半死。其实你早已经把单买了。如果你能让她心脏砰砰直跳，她就会为你心跳。学会了双击。如果女生说要给你介绍对象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你们关系一般般，但是觉得你人很好。第二，她和你关系有点暧昧，多半是在试探你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可以这么跟她说：别麻烦了，就你了。你还可以这么回答：一个哪够，给我来一打，然后加一个坏坏的表情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。今天说一下女生的一些小动作代表了什么。第一，女生主动把水和食物分给你，说明在她心里你们的关系很密切。第二，一群人聊天的时候，一般她的身体朝向谁，她就喜欢谁。第三，如果女生微笑的时候没有皱纹，说明她是在假笑。第四，没有皱眉的悲伤是假悲伤。双击。如果一个女生偷偷喜欢你，她一定会问你这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什么时候有时间吗？潜台词就是你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一定有时间，你可以找我呀。第二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潜台词就是不知道我适不适合你。第三，你有喜欢的女生了吗？潜台词就是你喜欢的是不是我？第四，你现在有没有谈恋爱的打算？潜台词就是你有没有和我谈恋爱的想法？而且他还会关心你，偷偷的看你。你中了几条？双击。怎么判断一个女生愿不愿意跟你牵手？第一，在你们约会时，看她靠近你手的那一侧是否有障碍物，比如肩上挂着包，手里拿着手机，这说明女生还没有给你做好牵手的准备。如果这时候你牵手了，就会操之过急。如果没有任何障碍物，可以牵手。第二，当你们并排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可以不往前走，偏离一点方向。如果她愿意跟上来继续和你并排，说明她愿意被你带领。只有喜欢你才会跟着你走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顺便牵起她的手啦。两种判断方法你学会了吗？双击。一个女生如果从来不找你聊天，但是你找她的时候她又很主动回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除非女生特别喜欢你，她才会主动找你。可能你是这么觉得，她回复我，她就是对我有感觉的。可是对我有感觉，为什么不主动找我聊天呢？其实女生是这样想的，你不找我聊天，你就是对我没意思。既然你对我没意思，那我干嘛还找你聊天？并不是女生不喜欢你，是她试探你的一个过程。兄弟们，再主动些吧。双击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女生的小秘密。第一，发给你的照片看似很随意，但是是从几十张里精挑细选的。第二，如果女生不主动找你，说明她在等你主动找她。第三，很多充满小情绪的朋友圈基本都是仅你自己可见。第五，说到100次的分手里有99次是假的。第六，很多女生分手后会偷偷查看前男友的状态。第七，别看女生整天一副精致的样子，如果她不出门，1个星期都不带洗头的。第八，比起让她早睡的人，其实她更喜欢深夜陪她聊天的人。第九，很想跟你一起走到最后，但怕你太骄傲，还是憋在心里吧。双击。第一次约会不知道聊什么，教你一招快速撩动女生的心。刚见面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：今天干嘛打扮成这个样子啊？是故意讨我欢心吗？接下来你就可以这么问他：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等他回答完，你就这么说：今天是我喜欢你的日子啊。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：你知道这道菜怎么吃才好吃吗？然后夹起这道菜跟他说：我为你才最好吃。双击。你一直想跟他聊天了解他，但是他却不理你。首先你要调动他的情绪，比如女生说好想减肥呀，错误回答是加油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而暖男都是这么回答：薯片、巧克力、酸奶，你确定不要它们了吗？这句话是不是能让他接住下一句该怎么回答？再或者女生跟你说好想去看电影啊，错误的回答是你想看什么电影？而正确的回答是什么时候啊？我现在就有时间啊，或者说我随时都有时间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。